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昨日咧云林斗六由市公所所主办的加速赛车甲时尚电影选手之夜所发生的意外。这只赛车伫咧比赛时阵是向失去控制，规台车冲入去人阵内底，造成6个人受伤。这当中甚至佫包含一个有新的负责人。福建县政府已经下令停止活动。困难度正悬的海尾柳西湾，真侪爱赛车的民众伫咧现场感受速度感。严格详细看，除了车内驾驶伫安全帽以外，边仔看比赛民众无护拿保护，车过赛遮尔紧，若控制无好，真危险。云林斗六市公所所主办的0到400加速赛车活动。初4下昼伫咧斗六市嘉信路风轨进行，就有8台超跑加改装车伫咧现场展示，也有车手表演小梯、短西、过海车尾。无想到讲，伫咧直线加速拄开始时阵就发生意外。这台白色的面路拄起步，然后就一直呛烟。车头偏去，用边仔民众直接弄过去，将一人被车弄到倒伫咧涂骹，边仔的人也拢惊到，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我们到达现场是发现3名患者倒在地上，然后现场总共发现有6名患者，然后有1名是孕妇，然后我们送斗六台大医院，然后其他5名患者都送成大医院。有6个人火车弄到，或者是人伤侪小溃受伤，其中1位是已经有新29礼拜31岁云林人，胸坎杂杂，腹肚会痛，还有侧伤。另外1位44岁姓林男性的染影师，倒下骨断去，上边开刀，其他拢是侧伤。就站在路边看直线加速，然后看到一阵烟之后，就看到白色车的屁股朝我们直直的冲过来，然后我们2个就被撞倒在地了。希望带动地方的观光抓出代志，因为核准路环甲主办单位拢是斗六市公所。云林县政府讲，本来2天的活动已经取消，受伤的民众也免担心，医疗费用拢会由赛车协会保险来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水汽增加，各地早暗的温度会较低。今日透早上低温的所在是出现伫咧新竹，敢若7°C。咱做回来看温度。今日北部甲东半部会有局部的低阵雨，基隆北海岸甲宜兰雨会较高。各地温度的情形，新竹苗栗以南到台南的5个县市，透早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上高的所在是伫咧新竹。你是冷空气减弱了后，气温会慢慢回升。明仔载温度是比今仔日搁较悬。拜二甲拜三东北季风会强一丝丝啦，不过今内对北部会有淡薄仔冷，其他所在影响是无介大。接落来关心一桩家庭暴力的事件。中华鹿港有一个妇人人带甲前翁生缘6岁后生，搁再结婚，不过后就煞定定甲因口斗，搁对因起骹动手，甲因关伫咧厝里超过2冬。落尾，这个妇人人录影，往往伫咧网络顶悬找到人甲因斗相共，才总算申请到保护令。男子倒伫咧碰椅，对着查某囡仔黑白骂，随即出脚来攻击这个囡仔的头部。后摆叫妈妈就是站10个，哦，除了叫三声，到20个还袂站的，生活你要分解带到要站的。小男童唔敢闪开，跋倒了，佫紧地徛起来，煞是受到连续黑白斩。边仔母亲去到过程，透过社群软体向网友来求助。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会申请保护令，因为我是等不到保护令，我在希望他可能会改变你家属。要但是保护令赶快下来，保护我跟小孩的安全。受害翁姓妇人表示，2年之前带着甲前翁所生的囡仔，嫁予住伫中华鹿港的连姓男子。不过，这个男子毋若控制金钱，嘛被妇人来做保，因此来排销。妇人登记受到家暴甲软禁，伫7月份报警申请保护令。也依照这个相关的程序那受理了家暴、伤害、妨碍自由、毁损物品并且在同日都
都完成了通报家暴。警方表示，这回底接到报案了后，随即以家暴违反移保法来通报，嘛协助申请暂时保护令，嘛依上警方来侦办，两嘛提起公诉。中华关社会处表示，已经协助安置这对母子。妈妈将她过往在婚姻中受虐的影片跟照片，借由网络平台散播出去。那如果她对于现在的居住地点有心生恐惧或担心报复，我们会重新再启动安置的作业。中华关社会处表示，夫人已经20月份来离婚，对着6岁囡仔嘛启动心理咨商，对着夫人嘛将会继续来关怀辅导，必要的时阵嘛会搁再另外安置，来保障两个人的人身安全。记者中华采访报道。今仔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头先是联合报，教育部修正准公共幼儿园的补助作业要点，针对已经接受政府补助经费煞停办停业或者是解除契约的幼儿园，会要求业者把设施设备的补助费交回去国库。不过有教育团体是认为讲，事后入钱的效果是无介好，应该要自加急的时阵就审查因的财务状况才对。接落来是自由时报。寮空的流浪即阵正在进行营运15档以来头一遍换更数的工程，目前已经开始测试啊。台北捷运公司表示，会伫咧12月12下晡2点重新开放，而且嘛会推出限量的下年烟火车厢，伫咧流浪顶面就会当欣赏台北101的烟火。上尾是中国时报，为着让民众知影下年迎接头一道日头光的时间。台北天文台做2022元旦欣赏日头光的地图。根据资料，台湾本岛平地头一道日头光会出现伫咧透早6点34分，伫咧台东的三仙台。来关心国内疫情，昨国内是增加11例带病入境，无增加本土病例，已经是第30天无新的本土案例啊。咱来看疫苗的消息。南口中家病院真正找第一档注 AZ 的民众做第二档换注高端的测验，即阵初步的研究结果已经出来啊。结果显示讲，做完 AZ 换注高端的中和抗体是比第二档拢注 AZ 的人较侪。指挥中心就表示，会考虑甲高端提供予想要换白注注射的民众注射。为了提升第二剂疫苗注射率，指挥中心宣布第17轮的疫苗会在7日开放分流有药。西高注射包含注射 BNT 1、2剂甲 AZ 做无同的品牌。另外，南口中基病院对9月进行做无同品牌试验研究，找100位受试者分做 AZ 加高端、AZ 加 AZ， 初步显示 AZ 加高端的中和抗体浓度赢 AZ 加 AZ 2.8倍，两剂疫苗给时间也影响中和抗体效果。那它的打出来的抗体会比原来的 AZ 好，而且安全性也高，那不过在实际上操作的时候，就是尽量把那个间隔可以缩短在1个月到6个礼拜，那因为你太久的话，可能会让抗体的产生就是比较没有这么理想。这项研究显示 ，AZ 加高端组副作用较低，出现发烧的症状无到1%，但志英认为 AZ 加高端的策略可行，尽量在隔4礼拜到6礼拜来做。对此，指挥中心讲会有 ACIP 讨论是不是加高端纳入第2剂难要做的选项。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目前全世界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超过525万人死亡。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增加11例，目前是16648例，中国有99000多例，日本172万例。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介济，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9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也若是欧洲迄边，英国已经超过1000万例，法国超过729万例。Omicron 目前已经传去全世界40个国家。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就呼吁讲 ，Omicron 虽然是牛尾病，不过众人嘛唔免伤过惊吓，只要做好防疫准备就会使啊。但是，伫咧南非的研究嘛发现讲，捌得过新冠肺炎的人是较高去患着 Omicron。根据各国的通报，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攻破40个国家，显示这种变异病毒株的真悬的危害能力。Not panic, because we're in a different situation today than we were
at the beginning of 2020. We have tools, we know what to do, we know what works. And so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we had expected, that new variants would emerge. 南非的研究团队指出 ，Omicron 诱发中和感染的情况来清悬，显示用闪避人类为着了后产生的免疫保护力，而且数字有重要的公卫意义，尤其把有高感染率的国家更加爱严防。世卫组织周三强调 ，Omicron 虽然有可能取代 Delta 真最主流的病毒，但佮初步的资讯显示，为着 Omicron 的病人重症情况无多，也显示即阵的疫苗依然是有效。另外，挪威首都奥斯陆一间公司在月26在餐厅举办120人的耶诞宴会，传出已经50人为着 Omicron 病毒，而且全部做过2剂疫苗。挪威的卫生机构表示，这无疑是超级的传播事件，无排除感染者升悬到60人，也是更加多。真做南非以外上大 Omicron 感染的破口，也必须挪威宣布，即日起在公众场合必须爱挂嘴安，并且伫厝的远距离办公1礼拜。入境的人无论是毋是有注射疫苗，拢必须有24小时内阴性检测的证明。同时，呼吁民众赶紧注射第3剂疫苗。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咱台湾友邦贝里斯的国会众议院议长访问台湾的行程将已经结束啊，对桃园机场的国宾们坐飞轮机离开台湾。咱台湾的友邦贝里斯国会众议院的议长伍兹来访问咱，除了参加2021开放国会论坛，发表演说，也拜会总统蔡英文。伍兹表示，贝里斯甲咱台湾过去32年邦交关系拢真稳定，自由、和平、民主、人权等等的观念嘛拢真相像。贝里斯会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甲咱台湾徛头阵。12月18，搁无2礼拜就要举行公投啊！支持核试停放的黄素修，昨伫咧新北的永和演讲，批评政府讲核试无安全，根本都无影。毋过反对核试的在地居民，嘛暗算讲今日要对核试抢一路行去总统府，表达因30天以来反对核试的心声。早起10点外，反核试民众甲在地居民聚集伫咧核试场对面发口号，希望全民听到因的心声。阮在地人足清楚的，内底天气是非常的热，伫试运转的时阵吼，发生足侪火烧，所以这个只要是若发生开始插落的时阵，就是咱台湾灾难的开始。就住伫咧核试紧急疏散范围内，81岁阿嬷表示，阵若发生核灾，关联会发互因的核灾避难包，因是会当派咧行外远咧。我的活动我会惊死，我老我家己住伫厝的呢。社员在地民众反核试的21位民众代表核试紧急疏散范围，双溪、空甲寮、宜兰、高雄21个里，因伫咧记者会后开始行，要行70公里，甲居民的心声炸到凯达格兰大道。黄师兄，加油！黄师兄。另外一边，伫咧新北永和国父纪念馆同意核试中胖的公投领衔人黄素修宣传演讲，强调核试爱中胖，才通减少土炭，改善空气污染。以后如果公投不通过，我们就要面对缺电、涨价、空污的未来。针对核试机组无安全的讲法，黄素修批评这根本是无影无食的代志。这顶礼拜哦，迄蔡碧如委员哦，甲赖品妤委员啦，哦，这民进党啊，甲民众党的哦，因嘛是咧反核啊，啊，因去核试就看过一轮，结果呢，你讲啥物烂了了，这两个相对反核的立委呢，讲胃的问题，就是管线密麻麻，讲足奇怪啊，这啥物问题啊？大家咧工厂、电厂拢嘛是管线密麻麻。公投到达时间，支持甲反对的团体继续用行动宣传理念，就希望12月18有更较侪民众愿意出来投票，实践民主。记者阿明金、小桂林新北台北报道。相信真侪人捌听过一支队伍，叫做黑蝙蝠中队，因是中华民国的空军过去的秘密侦察队，设立到大已经70天啊。国防部即阵甲新竹市做伙办活动，找过去的队员甲因的家属来参加。因过袂少做伙作战的老战友，即嘛搁再见面，心情是真激动。我们这个任务夜间出动，就像蝙蝠一样，
我们上飞机钱都拿下来，什么符号都不能带，代表将来这个飞机要摔掉了，让人家不晓得这个飞机究竟是哪里来的。想起过去，满满拢是回忆。迄边服中队自1951年成军到今已经70年，国防部甲新竹市特别举办活动，真侪过去的队员甲家属拢来到现场，看到同齐作战的老战友，心肝内感觉真激动。见到我们的老同事啊，这东西，心里都是很愉快、很激动。我觉得这一生能做这个蝙蝠中队的这个队员是很光荣的事情了。现场嘛规划主题展览，展出真侪珍贵的文物，让民众了解迄蝙蝠中队过去执行任务期间为国家出生历史的经过。他们的家人往往不晓得，他们自己的这一些先生们，出勤的时候到哪去了哦。那只有在回来的时候才知道说，这个安全落地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感人的中队啊，其实是对新竹这座城市来说格外的重要啊。国防部空军司令部特别由副司令替队员穿飞行外套，感谢因过去的付出，也表示空军的延续迄蝙蝠中队精神，保护国家的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国际消息：美国密歇根11月30发生校园枪击案，15岁高中生医生替因老爸买枪去学校乌白单，造成4个人死亡。检方发现讲，医生的爸母自头到尾拢有发现因兜的枪已经无去啊，煞急控方无处理。落尾这对爸母是防以过失杀人罪来起诉。11月30发生在高中的枪击案，15岁学生医生摕到老爸拄仔买的枪支到学校随机来扫射，造成4名学生来死亡，另外7个人受伤。医生被抓起了后，被控犯下1级谋杀罪甲恐怖主义罪。检察官在车3以过失杀人罪也起诉医生的爸母詹姆斯甲珍妮佛。The charges are as follows: James Crumbly is charged with 4 counts of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Jennifer Crumbly is also charged with 4 counts of involuntary manslaughter. 检察官指出，医生的爸母在黑色礼拜5购物节带医生去商店来买枪，本来打算送予后生做耶诞节的礼物，等伊厝了后，甲枪放伫房间的拖内底，毋过无锁。枪案前一天，珍妮佛接到学校通知，讲医生用手机伫咧找带伊的相关信息，不过伊若无回应学校，反倒当团改信予后生，表示讲伊无生气，不过甲医生讲必须会晓卖互抓到。案发迄天的早起，医生伫教室的桌仔乱画下迄青的画面，并且写一寡暴力的文字。翁仔某互通知到学校时阵，拢完全无讲到买枪做礼物要后生这件代志，也无问枪伫倒位，甚至无愿意互医生离开学校。医生因此会转去到教室，并且在迄天下晡射杀4个人。The notion that a parent could read those words and also know that their son had access to a deadly weapon that they gave him is unconscionable, and I think it's criminal. 检察官强调，医生伫开枪要杀人进前已经7月真长的时间，爸母应该也有发觉，其实忽视甚至互这个悲剧发生。以身为一个老母、一个检察官、一个奥克兰郡的民众，感觉非常生气。公视新闻郑元庆编译。再去看世界，意大利的穆拉诺岛做的玻璃工艺品，伫咱全世界是真出名。不过最近全世界能源价格是直直起，用来维持玻璃熔炉热度的甲烷价格嘛起较真凶，已经起5倍啊！一寡小型的工作坊根本就无材料通去负担，互当地玻璃工艺强要支撑袂掉。小甲红红的玻璃伫社会卡手之下慢慢成型，这是意大利的穆拉诺岛，因为伊做玻璃工艺品伫全球真有名，个人叫做玻璃岛。不过即马因为原油、天然气等真侪项能源价格一直升悬，互玻璃工艺产业出现经营危机。新冠疫情重创各个观光业，不过玻璃岛上的师傅照艺术创作生存落来，因逐工为透早6点工作到下晡2点，用做出300件工艺品。在过程当中，数十个炉仔爱一枚一直烧，免降温。
若无内底真贵的卡就会害去，用来加热炉的能源气体加源的介绍，一直称悬到原本的5倍，互生理更较歹做。因为甲烷是意大利法律温存玻璃工业使用唯一能源气体，爱用甲烷才维持炉啊烧的原分，互玻璃产生透明亲像水晶的美感，维持工业品的品质。Aziende purtroppo ci hanno già annunciato che saranno costrette a chiudere, certamente per un periodo, però c'è anche il rischio che la chiusura per alcune aziende, soprattutto tra quelle più deboli, quelle più in difficoltà, sia una chiusura definitiva. 目前这玻璃师傅拢希望国际能源市场用伫年底进行平稳落来。公司新闻，但是董朋友。古巴的国家动物园最近有真侪动物仔囝出事，园方发生原因讲，可能是因为疫情封锁的期间，游客减少，动物的生活更加经营自在，互因会当放心生产后代。这款伫咧酸水的孟加拉虎才6个月大，因若这只伫咧妈妈身躯边塞奶的细巴，才拄出世40天。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国家动物园内面，已经几多年无看到这种子孙满堂的情形。管理员讲，因为疫情期间封锁隔离，较无游客干扰，动物的生活较自然，感情变较好，就生较侪。Aquellos antílopes como cuerno de corazón, oris cimitarra son importantes porque debido a que nuestros ejemplares ya tenían ya edades que no satisfacían las condiciones reproductivas, nuevamente podemos contar con 4 ejemplares ya cachorros ya. 有一寡外来种已经是濒临危险，也有一寡身体状况已经无适合生啊，拢伫咧无受干扰的环境下有生生囝，展现强韧的生命力，会当帮助恢复生物的多样性。En el tiempo de pandemia han habido nacimiento de varias especies exóticas y dentro de las cuales se destacó el nacimiento de una jirafa, la cual fue nombrada como Rachel, fue hembra y debe tener alrededor de 5 meses más o menos. 古巴的国家动物园真受民众欢迎，坐一个观光车内面，就让正活看到120几个物种，上清洁的动物，真侪是非洲大草原的物种，拢是纳米比亚关护因的。其中也包括犀牛、甲象这种大型的动物。动物园讲，疫情对因唔是干那好处尔，亲像是严格封锁，也造成食物甲药品正欠。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辑。这回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北部地区是15度到22度。中部地区10度到24度，南部地区12度到25度，东部地区16度到23度，外岛地区14度到23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眉，祝您规工顺心，再会。